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有2个员工，因为工课结缘，决定要牵手行一世人。2个人的业务都是行销台南，所以就利用着休困的时间，招聘着全台南市37区的景点，自助来翕一组的结婚相。未少人看到相片，学到甲答字。 一张结婚相片有水的，有古锥的，不过这拢不是专业的人士翕的，拢是相片顶面这对新人家己翕的。卡板关的大包小包来到翕相的地点，两人互相整理衫裤，由新郎设定相机的自动翕相。 就安尼完成一张的相片，更加特别的是，因翕相的地点拢是伫台南市的景点，有纳赛道、有屋地形、关仔岭温泉、有基美博物馆，甚至佫行入往来田。原来新郎新娘拢是台南管理局的员工，业务就是行销景点的修订。两人要结婚啊，所以讲发挥创意，佫结合工作结婚相片家己翕。 因为这个工作就更认识这些台南，然后就想说，那就趁这个机会，可以在人生留下很有意义的事情。用半年时间，利用休困招聘台南市37区，服装、化妆、造型都是家己来。那我们是带那种户外更衣帐，他在里面换衣服，换到一半的时候，风来了，然后他的帐篷差点被吹走。 过程虽然辛苦，不过成果互人赞叹。未少亲戚朋友拢问我这是倒一间戏卖，或者两个人真有成就感。台南管理局嘛真学老，一直讲这是台南旅游上介好的宣传。